算伊车是咱闽南地区民俗家庭俗用的物件。去南海哦，咱上好是算伊车带一架到南海佛祖的面水修路的去过一个路，过一个路。有出门的时阵，会做带身的咯，大项干仔都会杂会起身。特别咱有出门的时阵哦，有带干仔身的都放两个，是上好省。一包是100张，100张50对，要买赶紧去4坪下骹消防车橱窗的内面家己去拍哦。泉州寸斷為何